我對霍英東最深嘅一份虧欠。外界成日講我最對唔住嘅人係佢，又話佢晚年鬧我冇我，澳門一切包括你何鴻燊都係假嘅，甚至問我佢死嗰陣點解會冰釋前嫌去扶靈。話時話我同霍英東識於微時，當年我太太同佢太太成日約埋一齊去渝北海屋企打麻將，打到半夜先散場。我同霍英東就每晚11點準時去接太太，等佢哋打麻雀嘅時候，我哋兩個就落樓吹水食宵夜，久而久之就熟絡咗。61年澳門賭王傅老榕過身，賭聖葉漢就打賭牌主意，話一齊爭賭牌，但我哋當時資金唔夠，差40萬按金，係我走去霍英東，同佢講我哋爭賭牌唔係為自己發達，係為幫澳門搞基建、搞教育、搞醫療。呢番說話真係打動咗佢，佢想都唔想就借咗40萬俾我，仲主動出資300萬加入我哋財團，同我葉漢、葉德利一齊競投澳門賭牌。62年澳門旅遊娛樂股份有限公司正式註冊，即係大家口中嘅澳娛。霍英東無心插柳，成為新集團大股東，做咗澳娛董事長。我負責日常管理，葉漢打理賭場，葉德利對外聯絡，分工合作，一度係澳門政商界最令人羨慕嘅組合。之後幾年，我哋除咗賭業，一齊喺地產發力，合建信德大廈。香港同澳門都買唔少地皮，生意越做越大。我當時真係以為我同霍英東可以一直合作落去，一齊實現當年承諾，將澳門建設得更好。但生意做大，矛盾就慢慢出現。我同霍英東嘅分歧就出喺純利嘅定義同用途度。霍英東一直堅持賭場純利要1分不少，用喺公益同澳門建設，唔可以股東分紅，更加唔可以將澳娛上市，一上市就會被資本綁架，偏離當年初衷。但我唔係咁諗，我覺得澳娛要發展，要擴大，要幫更多澳門人就業，就一定要更多資金。上市係最好途徑，而且股東出錢出力，適當分紅都係應該。我哋只要保證大部分利潤用喺公益，就問心無愧。就係呢個分歧，慢慢埋下隱患，爭執越來越多，有時甚至拍台鬧。最嚴重一次係86年澳娛賭牌續約，霍英東堅持續約時間一定要截喺回歸之前，保障國家利益，唔俾葡萄牙政府鑽空子。最終我同葡方達成協議，續約15年，時間跨過99年回歸關鍵節點。